大家好，歡迎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我係岑奕林。受到高空擾動嘅影響，今日我哋嘅天氣變得唔穩定。首先睇一睇大範圍嘅衛星雲圖，我哋見到一道雲帶正係覆蓋住廣東沿岸，而有雷達圖像亦都見到同高空擾動相關嘅雷雨區持續喺香港以南同埋珠江口一帶發展，影響到我哋。所以今日出門口之前就記得留意天文台嘅最新消息啦。至於氣溫方面，受到東北季候風嘅影響，今日嘅天氣都明顯比琴日嚟得涼。去到大概6點鐘左右，香港大部分地區嘅氣溫介乎19至21度，同琴日同一時間相比，大概低咗5至6度左右。所以今日詳細嘅天氣預測會係多雲，間中會有驟雨，雨勢會有時頗大，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天氣顯著較涼。日間嘅氣溫徘徊喺19至20度左右，風方面係吹和緩北至東北風。至於之後嘅天氣，隨住高空擾動喺週末期間逐漸遠離，我哋嘅天色就會稍為好轉，而去到下個禮拜初開始中期，就一道低壓槽再次逐漸形成，我哋嘅天氣就會變得唔穩定啦。所以展望方面，我哋預期聽日早上仍然都係稍涼，驟雨會減少。之後嘅1、2日，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去到下個禮拜中期，天氣會變得唔穩定。多謝大家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再見。